真係好耐都冇食過咁好食嘅黯然銷魂飯，應該咧算係海珠區獨一檔嘅存在。呢餐兩個人合共消費138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壯年 Theo。自從我嘅新店李州記同埋 Chewy Drinks 開業以嚟，我每日都翻嚟上中，因此外出覓食機會都少咗。今日特登偷雞同大佬去試試呢間我淨係食過外賣嘅餐廳，在本。藏身中海名都附近嘅南華東路商圈，只要相信導航就一定揾得到。呢間係朋友 Ben 哥新開嘅鋪頭啊，門店唔大，利用率極高。室外有好幾個餐位，室內做咗上下兩層，既有水吧又有廚房。齋係呢一點啫，就已經充滿港味啦。係啦，Ben 哥係一位喺廣州定居多年嘅香港人。餐前Ben 哥仲請我哋食咗酒香雞翼同埋一口包，據說之後都會上架㗎。現烤叉燒飯呢個組合對於我嚟講就十分有港味啦。係童年記憶當中嘅黯然銷魂飯啦，翠綠嘅菜心，濃變嘅流心蛋，爽滑嘅梅頭叉燒嘅選品同醃製真係完完全全生咗喺我嘅審美之上啦，比我之前食到過嘅打包版本好食太多。不愧係現烤叉燒，肉嘅狀態非常好，充滿水分㗎，絕對唔係嗰種提前做好放到風乾失水嘅貨色可以媲美㗎。瘦肉部分嘅口感係軟滑有彈性㗎，底味好足，亦都好均勻。蜂蜜帶嚟恰到好處嘅甜潤係點睛之筆，改刀十分大方，唔存在難以下咽嘅純肥部分啦。我強烈推薦啦！隨餐加12蚊換嚟嘅檸茶都幾有意思，係泰式紅茶同埋青檸嘅組合。咖喱豬扒飯。咖喱嘅辛辣感適中，喺咖喱之中係可以食得出薯仔帶嚟嘅顆粒質感，係我中意嘅類型啊。豬扒嘅脆感幾唔錯噶，就係呢個脆殼同豬扒有啲過於分離。豬扒醃製水平都仲係在線噶，不過要同頭先嘅叉燒相比我都仲係更加中意叉燒啊。和牛肉醬熱狗。呢一條20cm 嘅大粗腸肉感幾唔錯噶，含肉量應該好高。肉醬嘅調味係我中意噶，比一般嘅肉醬酸度低啲，偏香甜，而且肉味十足。半碟嘅薯條仲獲得咗大佬嘅盛讚。回油幾唔錯噶，表面冇多餘嘅油膩感，熱燙嘅內裏係幾乎融化嘅狀態，同肉醬都好鬼夾噶。建議出多個新品肉醬薯條啊！呢餐兩個人合共消費138。有一句講一句，真係好耐都冇食過咁好食嘅黯然銷魂飯，應該算係海珠區獨一檔嘅存在。建議一定要嚟堂食。咁好食嘅現烤叉燒，如果俾飯盒嘅倒汗水影響咗風味同口感咁啊純屬罪過啦。係啦，呢度每週日都休息噶，相當任性，千祈唔好摸門釘啊。Ben 哥都做得一手好咖啡，不論係手沖定係冷萃都值得試一試。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